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讲过欢收看2月2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科技部甲国家研究院所共同打造台湾智慧驾驶实验室，上午正式开幕启用。会中包括总统蔡英文、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等人拢亲自出席，同时因嘛实地体验智能驾驶车的方便甲安全性。国内第一座封闭型智能驾驶车的测验场所——台湾自驾测试实验室，设立伫咧台南高铁站边啊。25号上午正式开幕启用。实验室建立了安全的场所，设立了十字路口、行人穿越道、圆圈等13种道路的状况，嘛依照着交通部近3年交通事故形态的统计资料，规划6种无同款的行驶路线模式。目前智能驾驶车实验室正式启用，总统蔡英文嘛期望智能驾驶车会当大幅度带动着台湾的相关产业。那么过去2年多以来，我们在5+2产业创新计划引导下，已经按部就班，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基础做起来。那么首先在制度面呢，去年底了，经济部主管的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条例已经正式的实施。我们以监理沙盒的精神，提供空间给产学研各界在安全的场域进行自动驾驶科技服务及营运模式的创新实验。那么其次呢，自驾车要顺利的上路，需要仰赖高度精准的图资。那我们内政部也已经针对国内重要的都会区进行3D 高精图资的绘制跟收集。那么未来自驾车上路以后的耗资管理，交通部也开始研拟专用的管理的模式跟法规，相关的金融和配套保险制度，则交给我们金管会来负责规划。台湾的智能驾驶车已经研究发展一段时间，即马迈入产业开放这一步，就是希望引导较侪企业将金钱甲人才投入这个领域的未来发展上。所以今天除了在场域中有3辆我们进入场域测试的车子，在外头我们有一些合作企业会做整个自驾车的这个巡回的测试。那这个是要展示说，台湾在整个自驾研发跟测试的环境已经完全都就备，希望说这个产业的开放能够引导，也吸引更多的合作的企业一起来这个场域做测试。那未来我们当然会陆续加上不同的情境，以及更重要的是这个资料的收集。希望台湾在面对未来自驾车各样的这个测试的时候，我们不只有实体的场域，也有更多的测试的数据，可以给所有的产业跟研发机构来使用。今天看到了科技部我们看到内政部、交通部这个科技部以及我们经济部展现了超高的这个协调联系的这个部分，能够让我们的自驾车的那个测试能够迎头赶上国际的这个潮流。科技部的部长陈良基嘛表示，台湾自驾车测验的领域已经准备了相当的完善，目前有6间厂商甲自驾实验室签合作备忘录，以后将会有较侪实际数据会提供给业者。部长嘛乐观来表示，未来台湾到2030年，智能驾驶车的比例真有可能会达到2成至3成。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接下总统蔡英文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等一个贵宾嘛前往交通大学台南分部，共同见证新大楼的动土。校方期待这栋志愿楼会当成为大学研发园区，共同栽培南台湾未来所需要的科技人才。伫总统蔡英文带领侪部会官员协同交通大学的校方代表做伙，下乡敬拜祈求动工顺利的祝祷之下，志愿楼动土典礼正式开始。交通大学整合了侪民间企业甲校友的力量，将要开7亿的经费，
打造建筑范围达到1.2公顷的致远楼。未来致远楼这栋大楼也将会开创出三合合作的研究创新模式，成为台湾促进产业升级的一个新基地。第一场开地平安，动土顺利，请掌声。第二场树德宏基，维尔鼎新。第三场电机永固，孝运昌隆。那交大一直是我们台湾培养最顶尖的科技人才的重要的摇篮。那我相信在过去的历史都见证了这一点啊。那交大人向来以团结闻名，也非常用心在学校的发展。那么今天在座的郭南宏校长是交大电子研究所第一届的校友，那宏基电脑创办人施正荣董事长是交大电工系大学部第一届的校友。那么他们都为了交大台南分部的筹设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我曾经跟施董事长对高等教育跟产学合作进行意见交换。我相信交大台南分部绝对可以成为高等教育公司合作，而且是产业学校跟校友群策群力的重要的一个典范。有如当年的这个 Stanford 一样，大家知道 Stanford 在战前不过是一个 Lenin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一个 Junior University 在战后居然发扬光大。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欢迎产业界，欢迎这个实业界来到学校，跟学校一起弥平这个所谓的产学落差的这个 gap。不但如此而且带领产学往前进，制造学产落差，后来就成就了伟大的 Silicon Valley。那么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动土具有同样的意义。将来呢，在台南开创我们台南的新的 Silicon Valley， 好不好？好。交通大学设立伫咧台南分部的智慧科技以及力能学院，预计将要伫咧109学年度正式招生，先对硕士班开始，然后搁扩大到博士班。校方也希望未来伫这个产学合作的创新基地，会当有较侪合作的议案来提出，互交通大学台南分部成为未来新形态的产学研究园区。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2006大地档的维管受灾户洪嘉义，当初因为双脚爱截指甲保掉性命，但这嘛造成伊日后找头路困难。不过现在伊顺利伫南营农产运销公司担任网络直播来行销台南的农特产品。25号下晡，伊的第一摆直播现场来了一位重量级的贵宾，这回来看卖。这是嘉义的第一次直播，那其实说真的，我很紧张，也很开心。对，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直播的事业。对，那嘉义今天很开心，我们来到影片当中，台风下届柑仔面的主持人，就是当初伫2006大地震受伤上严重的洪嘉义，因为截肢的范围上大，所以造成伊无法度用义肢，同时嘛，因为无法度坐超过半点钟，连一般的工作拢无法度做。伊伫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看线，现在嘛成为南营农产运销公司的员工，主要负责网络行销台南的水果。院长他刚卸任的时候就回到台南，就过来看我们这些围观的受灾户。那我就跟院长说，我不想一直靠补助过生活，我需要有收入，所以我可不可以帮我找工作？因为我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院长就说，那你在台南这个地方，然后又生命重新在这里，因为0206那次地震，我心脏停止了10分钟，算是那一天我又重新活过来，然后就在这片土地上面，那就是因为在台南这片土地我重生，那我就是谢谢台南很多人都一直在帮助我，那我就是也来帮助农民，然后帮他们就是推广一下我们台南的一些农特产品，这样子是这个机会。25号下晡是嘉义第一摆直播，这摆前行政长赖清德嘛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参与直播，共同行销安南区的柑仔面。今天是第一次我看嘉义是做足了准备而且
相当活泼的进行这个拍卖。那也感谢我们网友的支持。那我现在呢也要呼吁在台南市的或是全国的公营单位不管是地方的政府议会，或是立法委员，甚至大型的公司行号中央政府的机关，如果逢年过节有要送礼的话呢，敬请能够透过嘉义这一边，价格没有增加价格没有增加跟一般的行情是一样的，但是呢，等于是提供给嘉义一个机会来明农产公司也请来知名网红阿春带红嘉义入门，未来已将持续行销大台南优质农产品，接续嘛将行销往来。如果想要吃到优质农产品，会当持续关心嘉义的脸书粉丝团。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但市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上午进行各处抽签，各候选人拼声势、拼人气，毛会场外闹热滚滚。结果郭国文抽2号，嘉荣界抽4号，陈小玉抽到5号。伫抽签以后，候选人全力冲刺，希望伫3月16冲关票声。原定10点的合组抽签，其中陈小玉伫车队甲在地乡亲的陪同小天率先到场，展现个人气甲气势。另外，一个国民党议员嘛提前到场，向市民推荐拼经济、高密度，和台南发大财嘉荣街，而且强调伊8个月若找无农渔民的通路，一定撕掉议员的决心。最后到会场，正是郭国文会当看出伊并无调工动员，现场的声势甚至比议会国民党团来考试做文章。伫互我拼声势、拼人气以后，6位符合资格登记候选人进行公开透明的合处抽签。最后依照抽签的顺序，陈小玉抽到5号。郭国文抽到2号，嘉荣界则抽到4号。3位知名度较悬的候选人面对25号东港上新的民调，嘉荣界以3城市领先，马龙各自解读。有人告诉我，那个地方是钱孙顺啦。后来他们这些笋农就告诉我，是孙钱孙顺，我们人已经不在钱孙顺，所以反映到这个民调的数字上。我们确实是有感受到乡亲对我们的高度期待。民调呢有输有赢，赢多或赢少。那对于候选人本身呢，无论看到的结果是输是赢是多是少，基本上呢，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每天要冲刺。你即便赢，你还是要冲；你即便输，你还是要拼多或少一样都要拼，一样要冲。只有3月16号那一天呢，才是真正民意的显示。现在的民调难免会有一点机构效应，这也是选举战略的一种手段嘛。可是现在整个局面出现了一个逆转的现象，就是陈水扁总统他深绿的支持者现在全面支持我，因为他们也都看不惯新潮流、贪婪的作风，所以现在整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3月16号，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就将投票，所以候选人伫抽签以后，拢把握机会全力冲刺。今日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3月16日将登场的第2选区立委补选，因为竞争相当激烈，22号上午，议会国民党团特别召开记者会，呼吁检调单位要加强查扣贿选。同时，党团嘛强调，如果民众检举贿选成功，因额外提供20万的奖金。竞争愈来愈激烈，第2选区立委补选为了避免有人出后补，议会国民党团25号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共同出席的13位国民党议员要求检调单位要多多调查，避免有人贿选。我们最担心的不是国民党籍的农界立委他的拼搏能力不够，民众对农界能够翻转台南，让人民过好日子，这样子的期望不够，而是担心行政单位强势介入的无所不用其极。伫遮咱要呼吁，伫
伫这场选举内底，咱希望伊是一场真清气、真正符合民主精神，也会当代表咱基层发声去到立法院的这种选举。我希望咱所有的选民，你伫咧做正确的选择的时阵，来甲你鼓舞的人，伊鼓舞迄个对象，其实是一个举手的娘娘，是一个举卡的娘娘。 唔敢甲你的声音，唔敢甲你的意见表达去到立法院，这种人你会甲伊唾弃。你千万唔因为讲某某人来甲我拜托，啊，我就来支持迄个，迄是甲咱家己的前途甲希望甲伊断送。为了鼓励民众减基贿选，除了原本就有的1000万奖金以外，国民党团嘛将加码提供20万的奖金。减基立委会选是1000万，我的党团额外啦吼，额外一个小确幸。 我们国民党的党团愿意大家艰苦我的募资，大家愿出钱啦吼，掠着会选的20万，最后你有何收啊个啦吼收啊，也是现金交保，我就发奖金20万。 议员认为，警方并无大力宣传反贿选，要求因伫选前爱向里长甲当地代表举办相关宣导，同时检察官应该向候选人多多提醒。 检举贿选，台新闻郭武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人爱读册。机车伊拢是台湾上济交通工具，其中这几年来，重型机车数量嘛愈来愈多。三洋雅马哈为了服务台南的车主，特别伫小东路开了一间全新的重型机车旗舰店。1月3号上午正式剪彩启用。在这当中，总经理小川真司嘛亲自到场，场面闹热滚滚。重型机车这几年伫台湾是愈来愈流行。 业者看准台南的商机，特别伫东区甲永康区的交界小东路顶，开设了一间全新的重机旗舰店。店内展示了上新的重机车款，同时也佫有丰富的原厂配件，要互台南的车友上悬规格的享受。23号上午，伫总经理小川真司的见证之下，正式剪彩启用。台湾雅马哈の小川です。那这次我们的YMS 店是以销售重型机车为主，因为雅马哈在欧美日等地的重机非常受到欢迎，特别是在欧洲，也就是小川总经理的前一个工作地点呢，会透过不管是赛车或是各种不一样的产品来丰富顾客的生活形态。因此，接下来在台湾地区呢，我们也会为了更符合台湾人的生活形态，我们特别有优秀的年轻的老板，透过他比较好的敏感度来提供台湾的车友更多具有乐趣的服务。我们在这个店里面可以展现出很多的这些新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形态。那我们提供有很多的新的那些骑乘的那种快感，骑乘的那种舒适感，还有让我们的顾客呢能够在我们的店里面呢都能够得到非常多的情报的回馈，还有呢在这边呢可以做很多互相这个沟通的一个机会。为了这届的开幕，店经理嘛特别甲伊的美女看守做伙去宣传影片，影片当中嘛提供了车主侪私房的景点，要互车友会使更加了解台南。同时，伊嘛希望无分男女老幼，都会使享受到重机的乐趣。我们希望说，不管在任何的年龄层，或者是男性、女性，其实他们都可以接触到重机。
甚至就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一个工具这样子。对，那其实台南有很多的释放景点，我们之后也会提供比较多元的，对，类似像这一种，对，然后跟顾客有多一点的互动。店经理表示，未来东大屿店嘛会继续提供国内外动机甲车友活动的资讯。现在自主动机的门槛嘛愈来愈低，已经唔免甲过去同款爱上百万才买会到。如果想要看车的民众嘛，会使到这间全新的店家看卖。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动物保法已经伫107年12月底修正，并且将动保教育纳入课纲。对此，台南市政府主动推出宣导大赛来巡回校园计划。上届计划伫新南国小登场，会场嘛，互学生甲流浪狗互动，看到狗仔经过训练以后，相当会听话，得人听。多少？如果它第二声还没有出来的时候，赶快。让他知道说指一只指头就是要叫一声多少，看这里，大声一点，来。第几天黄丽华所利用训练流浪狗阿仔，除了会晓基本的动作，也可以教拿陪主人到菜市啊，甚至也可以写数字，精彩趣味的示范表演，也伫在场所学童热情欢呼。根据动保处表示，为了让咱后一代知影安怎甲动物斗阵，如何善尽主人的责任，并且强调用领养代替购物的观念。流浪局结合教育局进行校园巡回宣导，让学生近距离甲动物互动。这是农业局、动保处跟教育局跟学校来合作，那个豆哥跟凯蒂的一个宣导活动，我们是希望这次活动，可以让我们从小朋友开始，到以后我们成长，每个人都营造一个对动物友善的一个环境。我们不要轻易的去遗弃任何动物或是虐待动物，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我这边可以再大声一点，再嗨一点。除了甲动物精彩互动表演，也有学童真介意的豆哥甲凯蒂再来高追舞蹈，连在场所有市区的官员嘛拢对咧动起来相当的热烈。动保处表示，该动物保护的巡回宣导，学校报名相当踊跃，不过受限的人力，这学期只当规划20间，也凸显台南市对动物保护议题重视。台南新闻军吉林根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19度到28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2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